继续来看这个林务局南投林管处来举办着捐发票换树栽的活动，准备6种台湾原生种的树栽。南投林管处讲，这个树木会当甲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伫个木材当中，对降低着全球暖化效果是真大。呼吁咱的民众，若有所在就尽量来种树啊。 真侪人摕发票摆咧要来领树仔栽，有的人是逐年来，有的是头一摆来。人讲林务局南投林管处发这台湾的原生种的树仔栽真有意义。今天发放的一个树苗包括有金毛杜鹃、小叶赤楠6种台湾的原生种的一个树苗总共有12000株。 林管处讲，3月份是真适合种树仔的季节，发放这树仔栽是鼓励大家加种树仔，嘛使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树仔，减轻全球的暖化。就想说让孩子有一个体验，知道种树对环保、对未来生活环境的一个影响，所以就带着孩子从小就让他熟悉这样子。有幼稚园专家带囡仔来参加领树仔栽，体验上好的机会教育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